来看1967年，苏维良甲柯尚辉教授成立原住民的部落，记录部落的歌谣，进行大规模的民歌采集活动，收集2000多条的原住民歌谣。也毋过原始的档案已经碰见。2013年，苏维良的德国朋友甲50来个录音盘送转来台湾，台视台团队协助整理，嘛甲这个歌谣送转去部落。这珍贵的声音档案，目前是收藏伫国家档案局。 老一辈慢慢凋零，原住民的古调嘛渐渐失传。宜兰汉溪部落的牧师唱出56年前的录音带内底台语的古调。1967年，台湾音乐界两个重要的人物苏维良甲柯尚辉发起民歌采集的运动，因行达全台湾的部落，隆重采集2000多条的歌曲。 这是头一届由台湾人自发性发起的大规模本土音乐保存工作。不过后来这个资料四散去，嘛收袂交全。一直到2013年，苏维良与德国的朋友加56块录音带送来台湾，才让这个声音重新回来到部落。一些失传的一些泰雅族的古调，能够重新的回到自己的母体，是自己的部落，再重新来做诠释，其实对他们来讲，多了一份认同。 当年发起这个运动的两个音乐人，拢是台视台毕业的。这56块录音带嘛送转去台视台转录。台视台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师生，嘛把这个歌曲重新炸转去部落。现场都有歌数百万族人的后代，为档案内底听到因阿嬷演过的声音。那时候听到那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，就有一种是觉得原来这个就是奶奶她在讲她的声音。对我们来说，就会觉得更有一个使命感，是说要把这个歌再传唱下去。 台视台表示，这个珍贵的国宝，包括声音甲局部的外观，拢有做修复。转录了后，目前收藏伫国家档案局，互原住民歌谣会当好好保存落来，嘛互复振的工课会当继续落去。希望互原住民的青年更加了解原住民的古调。记者林朴凯台北报道。